所来关心天气变化，有真侪人一定呢唔敢起床，今日因为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是冷叽叽，合欢山过落雪。透早上低温度出现伫台中的大甲是10度2。啊，要到底寒到什么时阵？为温度的变化来看，今日这个明仔载气温差不多拢是13到14度，拜三会相对较回温，要过到拜四呢，又有台北几方的报道，又会变较冷，温度会个降低。尤其是拜五的跨年夜，中部北部气温差不多是12度到13度尔。北台湾的水汽有较济，湿湿凉凉会落雨。跨年暝，若是讲有北部地区的运动、食活动的话，爱穿有少，同时爱举雨伞。较一碗青梅加上香公公的鸡仔肉，搁有鸡鱼和排骨肉汤，已经甲一份中式早顿传好啊！寒天食饱饱上实在，一透早真正够淡够寒。离岛上低温伫连江县南竿6度4，本岛上低温伫台中大甲干那10度2。今天到明天清晨是未来这一周最冷的一天哦。多数的地方还是有机会出现13度到14度的低温。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金门市柑仔色的灯号，部分地区可能较无10度，苗栗以北沿海较快地区可能嘛较无10度。华南云雨区通过台湾的上空，因此各地的云量都是偏多的。基隆北海岸、台北的山区还有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拜一日时，北部气温12到13度，中南部13到23度，东部上高温干那19度左右。不过湿冷的天气到拜二会流较回。气象局讲，拜一是湿冷的天气，拜二日时会回到20度左右。拜四东北季风增强，跨年暝天气是安怎？基本上下雨的区域是以东半部地区或者是北部的山区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那至于西半部的平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哦。想要去看一跨年，迄暗是打冷的天气，不过莫欢喜甲伤紧，因为早温度会差真济。提醒大家，若想要出门海，要是会记得穿雨袖。